我们今天要做的料理就是石锅凤梨深海原血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先处理一下凤梨，凤梨就先去好皮了。那我们这个凤梨可是大有来头，我们这是台东的巴翁翁，它是一个部落，原住民的部落。然后它品种是金钻凤。好，我先把它切成块。哇，每一块都很工整。OK， 好，这样换我们的主角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可能只需要用到一半，我们今天把它中间会有骨头，没关系，切下去就好了。人家说鳕鱼，可是其实很多是比目鱼啊，都斜切的。对，其实很多是比目鱼。真正这个原血很大只，它一定是正切的，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环状的，对，就轮切。对，轮切，绝对不会是这样斜切的哦。然后我们皮的部分把它取掉，皮也不要，皮也不要。哇，皮很多胶质哎。我们这道菜用不到啦，可是这个不能浪费，这拿来直接炸也很好吃。对，我们先把皮给去掉。好，我们把皮也去掉之后，就切跟凤梨一样等份，一样大小。今天这个原血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哦，我感觉它这样短的哦。油脂又很丰富。油脂很丰富。对，大概就切成块状。好。然后这个有个重点啊，像不管是鳕鱼还是鲑鱼，我在处理的过程之中我都会先切完之后会先泡盐水。为什么？泡盐水，你们可能觉得说都有咸啦，已经有咸了，可是这个就是因为盐水会把鱼肉里面的水分先给逼出来啊。对，我们泡一下盐水之后，我们之后再调味的话，它味道会更容易吸收在鱼的纤维里面，泡一下子就可以了。把水沥掉，然后把它下一点味道，一点点的胡椒粉，然后一点点的盐巴。接下来就是要裹粉，很特别哦，我还第一次看到凤梨裹粉哎，因为一般我们拌鱼块还是什么，很少把凤梨这样子裹拿去炸的嘛，对，都是鱼块都炸好了之后要调味啊，什么番茄酱啊、橙汁啊，对不对？再下去拌一拌而已啊。好，我们鱼也是一样。那就在吃的时候眼睛要睁亮一点哦，因为我们客情哦，好像在玩魔术哦，他把这个凤梨跟鳕鱼都切的一样大块，待会炸出来的时候呢，当然凤梨也很好吃啦。可是这个鳕鱼啊，这个单价这么高的话呢，有时候觉得很想要多吃几片的时候，眼睛要盯得准一点哦，不要夹错了。我不是为了节省食材，我说它口感变好，不是因为让它。我相信客情的这个个性呢是非常慷慨啊，很豪爽，很阿萨里的哦，他绝对不会为了这个让我们说多吃一点凤梨，其实它凤梨比较少啦。好，一样都把它均匀的都散到粉。那我们可能要等一下，不要马上炸。对，我们需要让它稀一点，对，让它反炒一下，这样子粉会更吃在表面上面，免得说我们等一下炸的时候呢，皮归皮，肉归肉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在等的过程中，我们先来做一下蘸汁的部分。然后我们一样下一点油，然后红葱头我们进去，红葱头末，然后要给它爆香。来一点点的水，高汤，自来水高汤。用高汤也行，它是自来水高汤。大概下2匙的海鲜酱。海鲜酱不是那个蚝油，对不对？不一样哦，不一样。对，像很多广东菜他们在做叉烧。叉烧的时候会用到。对，用到海鲜酱，做佛酱，对。然后也是需要一点点的蚝油。然后下一点的汤。稍微给它浓缩一下。那就好咯，很简单吧？看起来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好香哦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备用。然后油锅我们大概也差不多就160。好，我们先把鳕鱼都先丢下去。所以是一块一块下去哦。对，它很快，3分钟就熟。也不能炸过头，炸过头它里面的水分跟油脂都不见了，也不好吃了。哇，炸起来也很像凤梨的颜色啊，因为你刚刚有加那个起司粉，对不对？分不清楚，真的分不清楚啊，因为刚刚那个酥炸粉里面呢，
其实它也加了那个起司粉在里面，对，蛋黄粉，所以就会有一点黄黄的颜色了哦。好，我们大概下去有1分半了，然后我们再把凤梨放下去，对，哇，放下去更惨了，完全分不清楚了。我还以为说他会先把鱼捞起来哦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我偷偷给他做记号哦。结果呢，他这个时候放凤梨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把油温给拉高，对，把油逼出来了。把油逼出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我们今天要盛装的容器石锅给它加热一下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咯。其实我自己也分不出来到底哪个是鳕鱼，哪个是凤梨，要看个人的手气了。哇，刚刚好。这块先给我。对，酱汁粉，先吃口原味。我们把酱汁就装在小容器里面。我觉得。就算没有沾入什么酱汁，都已经很好吃了。那个鳕鱼好 Q 弹哦，本身就很好吃。然后我们上面再给它配点颜色，还要再装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切好的葱丝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加一点黑色的虾卵。哇，连这个摆盘，它用这个黑色的虾卵跟我们这个石锅一起互相搭配，然后让那个葱丝跟那个辣椒丝呢跳脱出来哦。